老百姓啊，这才就是政府诈骗老百姓啊！你咋的那一来，老百姓你这个金融脱息失败，叫老百姓买单是吧？咋的那一来受害者那，你还把那咋的那一来你都带去？这下是2020年6月22号啊。以前到后来的人工受害人。把这个是政府的财，我早赔上了。政府资助。